伫法规委员会召集人蔡淑惠甲李启伟的主持，由市府交通局所提《台南市共享机动车辆管理自治条例》草案，上午进行审查。对制定的目的、主管机关、到业者营运许可的年限、退场机制、甲公共安全保险等，一条一条审查。其中议员上关心的还是消费者的权益。比方说，他要求你要在平台上面明确的揭示机动车辆使用费率、使用方式什么等等的。第八款是规定说，你包含你要收的这个押金、租金、保证金，或者是履约保证什么等等，都要放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如果到时候，甚至其实我待会会讲说，在第4款，其实你应该还要包含责任告知。好，那这个责任告知、使用方式、共享费率等等东西，是你要放在这个平台上。可是如果因为你现在规范的整个条文这样看下来，你规范的是提供这个车辆、提供这个小客车或机车的业者，就是他业主。可是你这样讲起来之后，其实把平台是跟他切开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平台没有讲述这些东西，而到时候造成消费纠纷，或者是你管理有问题的时候，你到底应该苛责的对象是平台的业主，或者是机车、汽车的提供者？这个服务要提供完成，需要2个元素，一个元素是平台，一个元素是车辆。那我们现在定的条件是，这2个元素都需要这个业者所拥有。这个机动车辆服务的业者，它背后它当然要备具平台跟备具车辆。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业者，应该指的是提供服务的这个业者。那它背后，比如说，它当然可以把它的平台。去委托另外一家资讯公司来做，可是它必须是一个主体来管理这个平台跟管理这些车辆，所以这里的业者指的应该是对于提供使用这2个元素来营运的这个业者，因为我们不希望就是把它分开，我又要管平台的业者，又要管车辆的业者，我们希望它应该是一体的。委员会召集人蔡淑惠表示，伫个6都内面，只剩台南甲台中，也无共享机动车辆的管理自治条例。以台北甲新北市已经执行2-3档，召集人强调，是不是应该先执行，再过来进行修法？很谢谢我们今天参与的委员跟议员，也关心到未来消费者跟这些业者之间可能产生的消费纠纷，来做了很多的一个探讨跟建议。那我想这个自治条例，在6都里面，现在目前为止，除了台中市还没有制定以外，不管是新北市、台北市、桃园，甚至高雄都已经制定完成。那我们台南市是第5个制定的县市哈。我想这样执行的1-2年的一个条文，我们也愿意欢迎很多业者，然后来台南市经营机动车的共享，让我们台南市的交通会更顺畅一点。那这个自治条例，如果说在未来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越来越大，我想我们台南市议会随时可以进行修法，来保障我们消费者的权益。伫总共16条的条文，委员会修改部分，包括业者的营运管理计划书，是不是要涵盖服务的范围、数量、甲灾害应变等。另外，伫保险方面，包括产品的责任、甲第3人的责任保险等，伫营运的平台，是不是嘛应该明确来解释，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？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